同学们，我国东部地区资源丰富，包括晋、京、津、鲁、苏、沪、浙、闽、粤、贵、琼11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，背负大陆，面临海洋，地势平缓，水产品。飞哥，李玉忠，我找你的事儿，你想清楚了吗？你们到底让我送什么呀？羽毛球。羽毛球？不可能就是羽毛球吧？让你干你就干，哪儿那么多废话？你不想你们廖老师再进医院躺几个月了吧？每天放学去九龙商城拿货，送到城北的羽毛球馆，听明白了吗？这钱你先拿着，明天开始干活，活又不是让你白干。赶紧的。小丹，你去干嘛呀？你问这个干嘛？没事儿，就是见面跟你打声招呼。哎，小丹，你最近看什么书啊？怎么了？我买了2本书，想跟你交流一下。什么书啊？百年好合，百年孤独和傲慢与偏见。我觉得这个百年孤独是展现魔幻主义手法的代表之作。叶玉虎，有意思吗？我又怎么了？你自己知道。下去。今天跟大家商量一件事情啊，有关于关慕云家的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我们在做课外活动啊。别误会，这是助学金。关慕云，你愣着干嘛呢？快叫大家进来吃饭呀！大家吃饭了。慢点。关慕云同学归队了，很好，现在班里完整，接下来开始上课。林哥，小白还是没有消息啊？大有芊芊，他们2天会来一次。芊芊又来了。他每次来的时候也不讲话，
也不喝东西，就一个人自己坐在那里。有时候到后院帮白哥擦车，把他的机车擦得比原来新的时候还新。他人呢？应该在后院吧。芊芊，钟芊芊，小白已经死了，你这样何苦啊？廖学兵，你们是不是都以为我已经疯了？我很好，真的。我没有开心，也没有不开心。只要叶小白一天没找到，我就一天不相信他已经死了。我就在这儿等他，听清楚。廖老师，还没追上呢。在学校叫我苏老师 ，OK？ 哦，忘了，苏老师，晚上有空吗？晚上约了芊芊 SPA， 有事儿吗？有事儿。慕容冰雨约我晚上一起吃饭，我想让你跟我一块儿去。我不去，又没叫我。一样，你是我家属嘛。如果万一有人偷拍我，可以名正言顺地告诉他们，看到没有，这是我的正牌女朋友，没有事儿不要瞎写，影响别人的家庭和睦那是犯罪。廖老师最近口才不错啊。过奖过奖。啊，说实话，你到底去不去啊？我真不去，真有事儿。那万一再有人偷拍我怎么办啊？找他们要版权费。好嘞，好，再见。廖老师还没追上呢。前两天的事儿我还都没来得及谢谢你，没想到那帮记者又给你惹了那么多麻烦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儿，小意思。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上头版头条呢。我经纪人还一直在问我是不是真的呢，我跟他说，如果是真的就好了，有你在我也就踏实了。对了，你太太没有不开心吧？我没结婚啊。女朋友倒是挺紧张的。还有我那帮学生，知道这件事以后，他们对你问东问西，问东问西的，很在意。那你那帮学生还挺可爱的。我一直特别好奇，你当老师是什么样子啊？当老师啊，就当老师的样子。是不是特别严厉啊？芊芊，
你怎么才来呀？我又不像你能按时上下班。是，伟大的苏老师在百忙之中还能抛下男朋友来陪我约会。说吧，有何吩咐？我就不能跟你说说话、聊聊天啊？能。怎么？你惆怅了？哎，我怎么听说廖学兵正在和慕容冰雨闹绯闻呢？这本来吧，他已经跟我解释了，我也相信了。但是你看今天，慕容冰雨都跑到学校去接廖学兵下班了，这我能不多想吗？那他没和你说什么吗？他倒是叫着我一块儿去呢，我能去吗？其实我觉得吧，应该没事儿。哎，不过你说，慕容冰雨这么大一个明星，怎么会看上廖学兵的呢？我觉得廖学兵能处理好这件事儿，更何况，我看得出来，你在他心中的分量。倒是你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呀？我也不知道，走着看吧。哎，你呢？我怎么了？我和你不一样。叶小白他欠我一个解释，我不管他是死是活，我都要和他在一起。我要他亲口告诉我。我不想聊这个。你怎么还不去换衣服呀？别渗着了，再感冒了。好，等我啊。慕容啊，我都说了多少次了，叫我冰雨就行了。冰雨，时候不早了，你就上去吧，我就不去了。为什么你每次都那么着急啊？怎么怕我吃了你啊？不是，我这跟你不一样，我是上班族嘛，我是老师，我得回家备课，第二天一早还要教书育人嘛。我跟你开玩笑的，你那么当真干嘛？不过说实话呢，我觉得做你的学生真的挺幸福的，最起码可以每天都见得着你。啊，那是，不过，天天见也是会烦的。好了，你早点休息吧。那你路上小心。冰果。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不是都跟你说清楚了吗？冰雨，你别着急，我来呢是想告诉你，你昨天晚上问我的事情，我已经想得特别明白了。我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，
我也知道自己为什么喜欢你，只是因为喜欢，没有别的原因。冰云，不管你喜不喜欢我，我都不会放弃你的。嗨，你屋还这么乱啊？给我摆的，是不是？李小龙啊！废话。你到底去哪儿了？